香港咧真係要注意咧，而家係嗰個最新嗰個AI 時代同埋嗰個高科技嗰個時代，好少國家可以仲係用以前嗰啲舊嘅產業啊，即係話咩旅遊業啊、地產業啊咁樣可以發達嘅。而家連你嗰個杜拜嗰啲啊，佢都經常請嗰啲硅谷嗰啲人啊、紐約嗰啲高科技嘅投資人同埋馬斯克咧去參加座談啊，嗰啲即係等於係嗰啲 brainstorming 啊，即係話所謂即係醒腦嗰啲益智嗰啲咁樣嘅座談會。所以咧，香港唔可以話淨係過去英國殖民地，你而家要面向未來，你要跟上潮流。如果香港唔跟上呢個 AI 嘅潮流、高科技嘅潮流咧，香港就會落後啦。所以香港應該係一個咩中心咧？金融中心、高科技中心係咪？經濟中心就唔好搞啲咩嗰個黎智英嗰啲咁嘅搞震嗰啲咁嘅意識形態嗰啲係嘛？日日鬧，天天鬧冇用嘅做嗰啲。所以咧，我呢度就係要即係提醒香港咧，就一定要擺脫拋開以前嗰啲包袱，要向同社會接軌。你以前係睇英國，你而家英國係嘛？最偉大嘅20世紀、21世紀嘅嗰啲高科技嗰啲 breakthrough 咧，嗰啲突破咧，都係喺美國嘅。所以要多啲同美國嗰啲高科技嘅嗰啲 area，好似三藩市啊、硅谷啊嗰啲咁嘅，要多聯繫。所以呢個係我嘅即係好，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心得咯。